再来看台东有一位便利超商的店长，咱像是不完全结队，干那针对伊蛋的本色，要求着爱拆地啊检查看敢有乌白蛋的物件，所以就起价跳入去本色车的车头内底。警方是按算明仔载拜一要通知上方到案说明，嘛要来厘清这个店长敢有涉犯妨害公务。 本扫车伫咧清本扫，无奈暂时停伫路边，因为车道内底毋那拢是本扫，结果有一个查甫人徛伫内底。这个查甫人伊讲伤欺负人啊，看起来真生气，徛伫内底几啊分钟，尾啊才落车。不过看起来火气也是真大，伊咧甲清洁人员理论。 到底什么原因来火气这大、这生气咧？倒来到代志发生的所在，伫台东县边南抗议查甫人就是连锁超商的店长。23下晡4点外，敢若不满到本扫方要求，底下拍开要检查，真生气跳入去本扫车内底。对方发现说你很像，为什么其他人都不检查你，只是检查我的？然后就开始有了争执，观感不好啊，而且危险性又高，人家又在执行公务啊。危险，真的很危险，自己看到我也吓一跳啊。 这店长过去捌现过超商事件废弃物，经过稽查，不甲收。即摆倒出来底本扫，方要求拍开底下检查，讲别人无检查，干那检查伊的，真生气才安尼做。结果清洁队本扫无到收，只好报警处理。做解释说，因为我们认为有疑虑，所以我们才会做破袋检查。做了破袋检查之后，他就认为说，我们是针对他来做的这样特殊的情形啊。 跳到本扫车的车道内底是真危险，因为本扫车有压缩的设备，哪个地着害啊！警方有加2拉通知双方到案来说明，继续来调查是毋是牵涉妨害公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